烈光镇独立式工厂 Disassembly 中型工业区，出售永久地契，土地面积40467平方英尺，建筑面积22890平方英尺，厂高9米，楼面承重2吨，电源600安培可提升至1600安培，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。附近有国小中学，10分钟可到国际学校、银行、咖啡店、商店，员工用餐方便。附近有超市 EconSave，12分钟可达Enterprise 和宜家。有意看场请联系 Max 0127030877。当你踏入这场放怀揣创新的愿望，无数奇迹正生长，让你感受时代的热浪。这里是你创造的地方，激情与智慧在这里释放。这里是你屏幕的战场，释放光芒和能量。